下一个，床前明月光。床前明月光，是明月，歌舞昂光。歌舞昂光。不对，来，再一次，歌舞昂光。歌舞昂光。还是不对。光，出光光的光。啊，怎么这样？躲光光的光。对呀、你看你会讲出光光的光，床前明月光。床前明月光。还是不对。歌舞昂光。歌舞昂光。哇，小丽老师，我们在家里要学客家话，来到学校里要学中文。是学校，不是学校。学校讲错了。没关系。对呀、对呀、两种话常常打架。对呀，真的哦。对呀、我也觉得你们真的好辛苦。你看，嫁到客家村来，一下子学客家话，一下子又要学中文，好累吼。对呀，对啊。莎莉，你儿子是不是要上学了？对，那如果你看不懂他的课本，你会不会好难过？会嘞。所以老师，我才来学国语啊。那小红你呢？你女儿不是快要会讲话了吗？那你是不是有答应过我，要她会讲话之前，然后比她先学会讲中文？我很认真啊，只是平时要下田，啊，你还要下田呢？晚上还要带小孩，啊，这么假日我还要上学，婆婆还不高兴呢。怎么这样？怎么那么厉害？好啦，我知道你们大家都好辛苦，好累哦。可是既然来啦，我们就要像之前一样啊，好好认真上课啊。可是为什么？你看你们今天都好浮躁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因为我姐姐嫁到云顶来了。啊，真的哦。姐姐，今天办喜酒那个哦。是啊，老师也一起来嘛。啊，马不拉伊。马不拉伊。老师，你叫我们中文，你也要学印尼文啊。马不来嘛，一起来。马不拉伊。马布拉伊，马布拉伊，马布拉伊，喝醉了，喝醉了，马布拉伊，马布拉伊。世界上每一个什么人的酝酿，都將喺而呢幾段耐來會如無窮用。啲元旦嘅什麼人，將來離開元旦過後，酝酿會無窮用。來到元旦結束過後，會接縱觀點天空，根本嘅天空比任何一年都強。太前嘅溫度，當將本人根本人擘喺悲傷嘅事情，做咗嘅唔記得嚟嘅溫暖。不過，天當過佢打起嘅雲，當將老人講，就係有啲東西唔見睇嘅，有啲人看唔到嘅，也有可能係愛情修理，有加添嘅一個新嘅出口嘅。行到了尾，你我的甜梦，做得了了一下梦，愛你頭前，還有青豆嘅路，一行有你做伴，愛唔會驚。
打怣伊，老爱讲，打怣伊，打怣伊。白色啦，怎么刚刚你也有看到啊？他们心都已经飞走，没有办法上课了。我保证，下礼拜一定把时数补回来。喏。我真的不敢相信，我可以赢过那么多对手，妈妈可以安心了。所以你待在云顶的时间就只剩下2个月喽。唉，想一想，1年前你刚来云顶那副城市姑娘的样子啊，我还以为你在这里做不到1年呢。老实说，如果不是我爸妈一直叫我忍啊，说忍到考上以后，不然像这边那么单调孤单的生活，早就跑回去台北了啦。亚美真经验唔好哈。亚咪唔许讲无好啦，不过厝摕安尼吧，村长叫着老人家，全部就是生意的啊，也迄就真出名，根本就无平台嘅朋友啊。那都是有朋友。想说想一下，伫运动1年，已经有动到记忆啊。这1年来，每条四老生意保持纪律，只强怕不用太多感情，为行唔开脚，就让人穷用啊。中庸。也迄条丝留下来嘅，不过清明还会离开。有个朋友呢，哎有冇讲一声就离开，同冇礼貌呢？就係啊，廿3年真認懂奇怪呢，我只有要無腦奶做，實在無禮貌。唔知幾小學先生用教具嘅。啊，也個小學先生，你冇留意教好啦。啊，生意能用啦，捱啊，動手。好，一下嚟講哦，捱到件無關係，真件無用嘅事呢。聽講你啊，我就要離開，好教啊，搞不完了，你莫愛轉來啊，好教很好好。咁就等快來啊！有馬沙地，啲雲淡嘅回憶，比唔得一陣一天嘅所有。你过来做什么？办留职手续。我懂。
出来吧。大梦伊，大梦伊。我早就知道这个答案夹是空的，但是我还是拿了。那就表示你打从心里希望你的怀疑是错误的。你或许已经丧失了你的判断力，啊不，我应该这样说，你已经不相信你自己有判断力了。难道就不能让我多看一眼？到目前为止所查到的资料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这个案子还在查证当中，而且涉案的层级太广。我说了不行，就是不行。如果我坚持还是要查呢？那你就是自讨苦吃。说什么？你不会明白我现在心里的感受。我明白，我全都明白，所以我还在等你。走吧。怎么样？今后有什么打算？回到伯父去世的地方吧。云顶。我想，我还是无法改变你追查真相的决心。保重。罗氏集团您好，请直接按分机号码或按0，由总机为你转接。你看你那个头发，都快跟老妈一样长了，该剪了吧？像我们阿红这样子，干干净净、正正派派多好，是不是？等你。怎么还行歹咧？我咪都无地方卡。起来。来来来。
小米，阿爸有人讲过，其迄运当做嘛改毛。 是，唔是讲很多的啊，英语没两件，讲英语给你。根本咁耐，只会同好嘅理由。不过，我唔想谈。好，好。我冇讲。 两千多整期真钱，阿妈该都唔会讲。是几下嘅？小都分唔排好，故事也好搞。谁冇乜嘢咯？ 你有翕到一張相片。真嘅，阿爸要帶伊去個雲塘喎。院長老係講緊嘅，迄個鐵牌伊唔當存。佢幫咩咧？佢有人講過任何其他雲塘有關嘅事情冇？ 个意思？你的调查还有卡？你，就会听见阿爸去云档，他同中老贵总经营都有关联。你不知道那件事动机关没啊？张毅，我不是个恐龙，我老外没做没接水，还有一滴也不卡。张毅。 我唔識我講咯，張毅，你坦嚟講，你真係坦嚟講冇啊？翠希，
大梦影，大梦影。是新娘子吗？看起来是哎。那个男生呢？请问你是谁？他是我的儿子。骗人！新娘子怎么会有儿子？请你喝。哎，不用了，我们身上没有带钱。没关系，我要请他喝。跟人家说谢谢哦。谢谢。不客气。我妈妈也嫁人了，但是我没有跟她一起去。你妈也嫁人了，关你什么事？英文，要紧啊吼，听下要走咱倒的菜，爱分下公主的啦。阿婆跟人讲哈，哦，好漂亮哦，你一定是清水的老婆，对不对？错啊。错。错。你晓得讲阿芳哦？我英语客家人。难怪你晓得讲啦。遗憾呢？他是新娘子的儿子。哦，哪里谁来呀？哎，小朋友，那你会不会讲客家话？我会。会哦，好聪明哦，都不像我们家丁丁，他哦只会听一点点，都不会讲哎。我将来一定会比你还厉害。好，你也很棒。刚唔会读一朵眼神的呀？要到初高不用退嘞，那就会升新眼神嘞。哦，3、4年级啊，好，4年级好。今晚丁丁，你们哦要好好的跟他做朋友，知道吗？那你们大家就一起出去玩好了，来装点啦哈。阿弟冇好啦。不会啦，这生意呢吼，高一下就关系了咩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快点，我们一起去吧。快点啦！哇，真的是太！哇！静雯，你觉得呢？我真的打算把这里的地方看成是我们的秘密基地，只有我们几个人知道。妈，你买果子，一下就准，唔通一下天师定来哦。妈，你妈妈，你好棒哦！他们两个都好帅哦。为什么你妈嫁人了，还笑这么开心？因为我爸已经死了。可是并不认识你和爸爸，万一他是个坏人，或是对你不好，怎么办？
我妈说叔叔在经营鸟儿园跟果园，说叔叔会对我好。他只是要娶妈，所以才这样说啊。我妈要嫁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两条哦，是家地位哦。要去会鸟不草啊！真的呢？真的呢？哇，你叫我到！走，婷婷，快点来接我，接我！小丽啊！婷婷啊，我在这里，要走。哇，好多钱哦！婷啊，妈妈也顶帮。哦，我会搞到安那啥，也先啥的，然后你先爸爸看到要讲嘢冇搞到。哦，妈，哪天有这个秘密基地呢？按家就搞到新朋友啊！欢迎新郎新娘出来！不得不去，啊，而结婚好事，嘛个才子，嘛个双面床。奇怪啦，我讲才子，乃讲才子啊，才子啊，对啊，讲清楚了。大蹦伊，大蹦伊。
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我要回家。刘爸爸，刘妈妈。你老公吧？水嘞啊！啊！水啦，饮水啊！水嘞。你嘛啥？来。来。Suamimu suka pemalu ya? Ya, yuk kita ganti baju pengantinmu. Ayo duduk di sini.阿姨，你这么高的老师是贵妇呢？Nanti ya, nya mama kangen nih sama. Thấy nhìn nó, tông tôi sẽ nhìn tía. 凊彩啦，愛搞就搞，愛投就投。是啊，妹，你不喊你媽媽嗎？是啊，妹。給俺媽媽。佢啲天哦，要嘅苦裝，佢想喺望半年啲。你講我應該，出門應該跟你啊。你唔啲啊，我會加班幾好，係會到阿邊好，嘅爸爸過生日後。我接一年拖嘅，動辛苦誒，喺條線爸爸哦，做得食嘅哦，照顧嘅哦，佢要過到較好。乖，唔叫。這裡先生，你不一定有禮貌。今日已經掉掉位啦。好，乖啊。我們出街拼嘅，唔想乜㗎。金凡，金凡。马该先知，人来讲好嘛？先生，阿爸阿妹冇。我爸爸係公務員，媽媽你係先。哈，難怪。
难怪嘛个啊！阿爸阿妹都暗年好，不紧啊，你敢输，做嘛个都无能了解呐。趁安息的时间，你会知道我的阿爸阿妹全部都无了解啊！很想的离家出走哦，走到远远，无人亲的到呢。乃拄好相反，相反，乃爱老阿公享用一生年迄道呀，无爱下山嘞。不过无可能啊！学校睡觉，有听说下山读书嘞。我无爱睡觉。亲们，你们这些政府，还有你们大家，真的很奇怪。我要念书，为什么一定要废校？我永远都不要下山。啊！亲们，走吧。亲们，不要追了，我懂他的心情。你懂什么心情？我就是懂，静文这叫做创伤症候群。你最好是懂什么叫创伤症候群。88风灾以后，电视上名嘴说的，老师让我们上网 Google 这个名词的意思。什么事情都可以 Google。当然，天底下没有什么事情是 Google 不到的。贵景，现在台北小孩就像这样。那个不一定。丁丁根本讲出了爱着每个先生真无想要面对的答案，就爱所有的事情就做得用 Google 一起。故说我们先生无，那条都无按重要的。按用跟爱生行动希望 Google 说的老爱讲，根本伊要疯狂的一切都太运用的喏，也是讲有万人做得了解爱的心情。小李先生，来元旦吼，饮前阿中啊，来条咧，上来两人，甜甜咧。对啊，到我哋啊元旦吼咧做好，就莫用个台北人的心情来过面哦。哎呦，我唔要快乐呢，我改变。要见真是。林嘛，林哦。好，冲入去吧。呀，小李先生，呀，元旦不是位小李先生，你阿水嘅。公安多啊。来了解。可以。来。那个啊，视频啊，还摆做本小李先生搞，不是公安多，爱了解。哦，唐爽快。爽快！哎，呀，说吹啊！好啦，爱所以阿峰我就唔了解爱了。爱了解就好了。各位司机啊，记得无？妈。喂，请问有看到341号房的病患吗？他好像跟你哥还是你弟去散步喽。谢谢。
明明正下晝2點，熱天的天蛋糕就像係大風刺意咧。老廟群旋風衝過的腔音，跟大家點樣個啥？廟群歌也首歌誒，第一年係祝福的歌誒。台上唱的一條歌誒，2-3年就會相互為對方着想。蔡永，眼就会田地阿伯去运动，佮同乡老贵总经营都有关系啊。你不会知道，遐件事情动奇怪咩？婚礼，请用一本单身的人知道故事，从来不是谈恋爱的爱，总算发现故事嘅唔係婚禮，其實係酒精讓人帶去一紮你挖到動歡喜嘅地方。不過，比你想來過後，你還係一生人。先生，你破嘅商品很好看啊，让每一种就看的是，也了解你的心情。佢迄，阿 K， 佢轉來咧。該糧食啊，乃就反對該條財團，來了雲當村炒鐵皮咩？退了！我要抗議他們大人愛說謊，不守信用。有一天你也會變成大人，你再看你自己呀、媽，佢同雲當村有冇嘅關係？阿公，我明因為我追捕下。
讲的